每一道門後邊都係一個家庭，物管其實係一份為社會傳遞溫度嘅工作。我係楊浩瑩 Hody， 係一名高級物業主任，入行6年半。當初入行只係想揾份工作時間穩定嘅工，但係做落發現自己好鍾意同居民交流，好鍾意呢一份溫暖嘅工作氛圍，就一直留喺呢一行。要講最深刻嘅一件事，就係發生喺舊年嘅年29，當時保安巡查發現一個2樓單位門口不斷有水滲出，我收到消息之後即刻打俾住戶，對方話全家已經返咗內地過年，咁只可以叫佢哋嘅親戚趕過嚟開門。點知門一開，大家都呆咗，全屋浸滿晒廁所地渠湧出嚟嘅污水，好大陣臭味。年29遇到啲咁嘅事，住戶都好無助。當時我同上司講，一定要用最快嘅速度幫居民搞掂，即時安排保安熄存咗嘅鹹水總掣，截斷水源，避免污水再倒流，同步叫高壓渠車嚟清理沙井。清理期間，我睇到住戶親戚企喺度好彷徨，就叫清潔工人幫手入屋徹底清潔同消毒，一直陪住佢哋搞到晏晝5點。雖然清潔乾淨咗，但全屋浸過污水，衛生情況好差，居住環境真係好唔理想。我知道住戶返香港一定好彷徨，於是主動協助佢哋向房屋處申請緊急調遷。最後房屋處接受咗申請，過幾個月之後派咗同村另一個單位俾佢哋。當我協助佢哋辦妥手續，搬入新屋嘅一刻，住戶全家眼泛淚光多謝我，見到佢哋放鬆晒，我都好開心。住質日常有無數件小事需要處理，Hody 一向都係抱住盡幫嘅精神去工作，唔單止係今次嘅污水事件，平時佢都好主動關心居民，同佢哋傾偈打好關係。住戶咧亦都好信任佢，做物管最重要就係呢一份嘅信任。我覺得物管唔單止係要守護物業嘅硬件安全，更要細心同埋有責任感去守護街坊嘅心。喺突發意外面前，流程規條係冷冰冰嘅，只有將人嘅感受擺喺第一位，主動多行一步，服務先會有溫度。